500年才知道的生活小技巧，千万别错过。特别是第5个：一，在扫把上沾上透明胶，这样扫地，地上的毛发、灰尘都会粘在胶带上。扫完把胶带撕下，完美。2，把筷子插进山药，然后正常的削皮，再也不怕手痒了。3，皮鞋遇到水如果湿了，那就说明不是纯皮的，真皮鞋遇到水是不会湿的。你学会了吗？4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只要你手机敲击屏幕的声音是这个声音，说明你手机的屏幕没有被换过，是原厂屏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5，老公送的首饰太多，分不清真假，找一块磁铁，真金银的是不会吸起来的，快去试试你的首饰有没有能吸起来的。6，拿一个家里祖传的海绵，按窗户缝隙划好线，用美工刀划开不划断，这样清洁窗户缝隙又快又干净，特别实用，没学会的赶紧收藏。教你几个实用的生活小技巧。1，手指比个耶，简单几步叠出一个结实的蝴蝶结。2，创可贴应该这样用，贴合更紧密。3，吃不完的零食这样封口，可以保存更久。4，教你巧妙用针打结，你学会了吗？活了30几年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酱油的拉环取下来之后，不是让你直接给它扔掉的，正确的做法是将它翻过来，然后按到这个里面，这样倒酱油时就不会喷得到处都是了，并且还可以控制用量。家里来客人，馒头这样包最好吃。1，南瓜馒头。2，吉祥如意。3，招财进宝。4，前程似锦。5，五谷丰登。6，春意盎然。7，大富大贵。8，金玉满堂。没学会建议收藏。充电座沙发玩手机距离太远，将插座卸下来，放沙发上插电简直完美。衣服穿反了咋办？把标签剪下来，装订在后边，前边剪下一块布，剪下后边的图案，缝在前边，简直绝了。袜子破洞了，干脆再多剪几个洞，整体看起来和谐多了。拎东西勒红手，剪几刀再提起来轻松了许多。妈妈都不知道的厨房小技巧。1，翻炒鸡蛋的时候，把它倒在锅盖里，你就能炒到鸡蛋另一面了。2，用空瓶子可以轻松吸出鸡蛋黄，一些蛋黄轻轻松松分开。3，勺子沾上面粉油炸一下，你就有好吃的面壳了。4，蛋壳在蛋液里不好清理，今天教你一招，用手指蘸清水放入蛋液中，轻轻一点，蛋壳就跟着出来了。5，把瓶子头给它切掉，中间抬去一个洞，方便勺子进出，这样做出来的丸子省事还不粘手，用这做出来的丸子又快又圆。6，冻肉千万别用开水直接泡，加入99粒盐，20毫升白醋，倒上温水，浸泡3分钟，这样解冻的肉比新买的还好吃。7，把鸡蛋液倒在勺子里，在火上加热一下，在里面放点馅料，好吃的蒸饺就做好了。8，水开先烫一下勺子，均匀刷上油，右手打一个鸡蛋，保持不动，一直到蛋白凝固，轻轻没入水中，又圆又嫩的荷包蛋完成。9，家里炸东西剩下的油怎么办？1勺淀粉1勺水，搅拌均匀，6成油温下锅炸，让淀粉充分吸取油内杂质，杂质淀粉凝固捞出即可。快看油是不是变清澈了？10，将蒜横着切一刀，翻过来用刀一拍，蒜就出来了。11，用叉子可以轻松去除虾壳和虾线。12，米饭煮成稀饭了，上面放一块面包片，再加热2分钟，水分就被面包片吸干了。关注我，学习更多实用小技巧。了几十年才知道的食物储存小技巧。1，香蕉放久了容易坏，首先用清水将表面的催熟剂洗干净，再用纸巾擦干水分，打湿一张纸巾包住香蕉的根部，这样可以降低香蕉释放的乙烯，保存2周都不坏。2，西红柿一幅，把透明胶贴在西红柿的屁股，可以锁住水分，2个礼拜都新鲜。3，小葱吃不完，将小葱根部并排摆在指尖上，喷上清水卷起来，可以保持根部水分，半个月还新鲜。4，大米放久就容易生虫子，今天我来教你一招，指尖上放上几片姜片和八角，包裹起来放进大米里，
这样保存的大米吃1年也不会生虫子了。5. 包菜买多了吃不完，用小刀将包菜的蒂挖掉，里面塞入卫生纸，喷上清水，将卫生纸打湿，半个月都坏不了。6. 碗中倒入纯净水、白醋、小苏打，给它搅拌均匀，自动喷壶均匀喷在土豆表面，装进纸箱里。7. 大蒜放久了容易发霉，首先加入茶叶，再加入食盐，把袋子系起来，这样保存就不会发芽了。8. 洋葱容易发霉，拿来老婆的丝袜，把洋葱放进去打上结，这样储存，洋葱放6个月都不会坏。9. 面包容易发霉，悄悄在袋子里放根芹菜，密封起来就不容易发霉了。把这些经验告诉你的妈妈，她会非常开心。学会这几个清洗鞋子小技巧，再也不用给老公买新鞋了。1. 牙膏加上热啤酒，白鞋发黄不会有。2. 牙膏加洗洁精，可以让帆布鞋洁白如新。3. 白醋加洗衣液，倒入清水，用抹布蘸取溶液，实力对付网面鞋。4. 洗衣液加啤酒，发黄的小白鞋洁白如新。5. 洗面奶加护手霜擦拭皮鞋，就跟打过蜡一样光。6. 白酒加护发素，绒面鞋上一擦，立马恢复如新。7. 鞋子黑印擦不掉，滴几滴风油精痕迹全无。8. 家里的拖鞋发黄变黑，还可能染上脚气，水中加入白醋、食用盐、洗洁精浸泡半小时，让污垢溶解，摇晃一下，立刻焕然一新。9. 鞋子发霉了不要扔，盆中倒入食用盐、洗手液，搅拌均匀，擦在脏鞋的表面，轻松就能洗干净。这样轻松去除霉点，没学会的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学。牙膏的威力有多强大？不看到最后一个，你绝对不知道。1. 饭粒加牙膏，倒匀后就是强力胶。2. 牙膏加上洗衣液，网面鞋鞋面污渍全消灭。3. 牙膏加上热啤酒，白鞋发黄不再有。4. 牙膏加白醋，强力去油污。5. 穿了夏天的白衣服发黄怎么办？衣服放入盆中，加入5厘米牙膏，一点点食盐，适量洗衣液，5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10分钟，轻轻搓洗一下，你就又拥有了一件新衣服。6. 牙膏加上洗洁精，擦拭玻璃亮晶晶。7. 牙膏加白酒，增亮又除锈。8. 牙膏趁妈妈不注意，用剪刀剪掉一个角，放进马桶水箱，这样冲洗的马桶1年都没有。9. 锅底总是有乌漆漆麻黑的油渍，加入1厘米牙膏、食盐、小苏打、白醋、可乐、洗洁精，加水搅拌，放入浸泡1800秒，最后用毛巾轻轻擦拭，轻松消除。10. 大白墙被熊孩子画脏了怎么办？教你一招，雪碧和牙膏加入碗里，搅拌均匀，倒入喷壶，喷在墙上，一擦就干净。11. 盆中挤入牙膏、白酒、花露水、洗洁精，搅拌，把发黄的毛巾放入水中浸泡10分钟，轻轻搓洗，再用清水洗净，黄色异味全部消失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生活实物小妙招。